離岸私募基金嘅利得稅豁免知多啲。為咗進一步幫助香港成為資產管理同金融服務嘅國際樞紐，香港政府係2015年7月17日發表咗2015年稅務修訂第2號條例修訂條例，將離岸基金嘅利得稅豁免擴展到私募基金，令係香港進行合資格嘅海外投資組合公司證券交易都可獲得利得稅嘅豁免。根據修訂條例，離岸私募基金必須滿足以下嘅條件之一，先可以享受利得稅豁免。首先，獲得香港證券同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發牌嘅公司先可以進行指定交易，或者滿足以下3個條件：一、離岸私募基金擁有超過4名嘅投資者；二、投資者嘅資本承諾超過總資本承諾嘅90%；三、離岸私募基金交易所得嘅淨收益中，原始發起人所獲得嘅部分唔超過30%。總結嚟講，擴展至私募基金嘅利得稅豁免政策，不僅提升咗香港係國際資產管理同金融服務市場嘅競爭力，都為私募基金提供咗更大嘅稅務優惠同操作靈活性。如有其他疑問或需要進一步嘅稅務建議，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志祺。